香港人負責香港嘅嘢，內地嘅人負責內地嘅嘢。喂，唔該啊，你哋真係唔好以為內地人個個都識得運營小紅書先得㗎。大家好，我係阿權，今日我哋嚟分享下，我哋同好多香港商家交流之後，我哋發現一個普遍嘅問題。好多香港嘅商家為咗降本增效，將小紅書嘅品牌帳號運營工作交咗俾內地分公司嘅同事去負責。香港人負責香港嘅嘢，內地嘅人負責內地嘅嘢，最後結果咧就係完全冇流量，推廣成效為零啊！為咗慳錢啊，去俾一啲唔識得粵語、唔識得香港文化嘅內地同事去做香港內容嘅推廣。喂，唔該啊，你哋真係唔好以為內地人個個都識得運營小紅書先得㗎，佢哋識玩唔代表識得運營㗎。唔講咁遠啊，就算推廣香港本地嘅內容啊，內地經營帳號 IP 嘅歸屬咧顯示翻喺內地㗎，根本冇辦法得到平台俾香港地域 IP 嘅專項流量扶持，而且仲會搞到平台同埋用戶誤以為係內地嘅品牌，從而損失咗一波免費嘅扶持流量，一次又一次咁樣錯過營銷變現嘅好時機。所以啊，我哋真心勸大家，如果想搞香港小紅書嘅推廣，一定要揾一啲識得內地文化又熟悉香港文化嘅專業團隊提供諮詢同埋幫助。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歡迎喺評論區留低啦，關注我，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